今仔下晡开始，水气就较减少，所以按算伫咧拜三暗时啊，毋但会当看到这6冬来上近上大的月娘，也佮有今年上光的内蒙扫秋青，甲西亚做流星雨。受东北季风影响，桃园以北、宜兰花莲等地有局部短暂阵雨，暗过7日下晡水气减少，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。台北天文馆表示，若一直好天气，民众机会看到又搁大又搁光的满月，因为初五暗时9点19分，月球会行到离地球上近的所在是356978公里，是今年上大的满月。月亮绕地球是椭圆形轨道，所以有的时候离地球近一点，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。所以每一次的满月，远近不一样，大小就会不一样。所以11月5号是今年的最大的一次满月。除了上大满月，今年上光的内蒙火星有机会在初八过前1点间，光度上大，用上烫的吊徛甚至目睭都能看到。帅气伫后边的沙洲流星雨，今年极大叫伫17，每点钟天顶数差不多10秒左右。流星的特点是速度真紧，常常拖真光的尾。感觉蛮浪漫的，一瞬间然后就不见了，可以许愿这样。有机会会想看这个流星雨，因为其实流星雨就是只有33年一次，就蛮酷的。台北天文馆指出，迄一暗辐射点伫11点30分升起了后，流星会豆豆增加。民众找一个较开阔、光害少的所在，就用轻松用目睭欣赏这场冬季流星雨。初五暗时，天文馆也伫国父纪念馆广场办上大满月快闪活动，邀请民众到底欣赏这摆近6年来上大的超级满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